其实恁若想着用这种较细粒的，嘿啊，原底啦，原底阮爸爸，嗯，应该讲为阮阿公开始，嘿，因有法度甲路愈做愈大。哎，我就想法是讲，我就做大，咱甲做细，因为做大时代无方便，嘿啦，嘿我都炸啦啊，，做细是啊，国这追算算吊变做一饰，个敢若艺品的物件。嘿对。对无？你讲安尼小朋友嘛会使来做个送，伊原底是这种送互人客，嘿，人客呐，盘手礼，盘手礼，要大了伊啊，送上细细粒了，啊，哦，我就是甲去读书的时阵，我就四界猛看去行行的，就看讲人有 DIY 什物货安尼，了解动手做安尼，我有甲阮爸爸甲伊参详讲，咱嘛通工厂咱互人来参观，嘿啊动手做，嘿，目的是要互人熟悉阮啦，是，嘿。啊，但是你本准是读啥物我是科？读迄落医学。你睇啊！医学相关的，嘿，医学相关的。啊，你哪会愿意转来接哈？有啊，哎，阮爸爸就知影生我一个查甫的尔，我无希望伊就是伤忝，嘿啊，轮你我这辈。所以即马算讲用创意的方式，或者会使继续传承。做安尼艺品，安尼水水啊，啊少年人的，对，所以大家较介意啦。